讲到歌厅秀是70、80年代上界前的表演模式，其中南宝石大歌厅是迄当时真有代表性的场所。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今年第3届以歌厅秀做主题，台几代要参与协办，要重现这歌厅秀风格表演，希望带大家登记到迄个时代，也甲台湾上界在地歌厅秀文化展现出来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黄西田徛伫台顶唱伊代表性的歌曲，若像登去到使人怀念的歌厅秀年代，780年代歌厅秀是真侪老一辈的记忆。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今年规划真爱秀南宝石大歌厅表演，重现歌厅秀华丽表演、笑开对话，也有和观众的互动。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表示，今年是因举办歌厅秀表演的第3档，除了重现歌厅秀的表演形式，也专工邀请无同世代的歌手合作，毋但要复兴歌厅秀的文化，也要介绍。和少年辈，是爸爸妈妈讲，以前伊细汉时阵是伊的爸爸妈妈带伊来看，即马是伊带伊的爸爸妈妈甲伊的囡仔来看。阮即马是想要甲老歌星甲新的歌星，大家做伙同台，像台上是新旧同台，台下的观众嘛是新旧同台，做伙看。艺人乌龟认为，将歌厅秀的文化找到转来，毋但是服务对这个年代有感情的观众，也望提供少年辈歌手更较侪表演的舞台。希望能够开发一些让我们很多歌手能够留在台湾唱的，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。你说真的，叫我们过去参金秀的人来唱歌，没有几个像西田大哥的肺活量那么好了。我们现在就培养下一代的经典人物。捌经过歌厅秀年代的艺人黄西田和乌龟拢表示，较早歌厅秀一套表演拢会做一段时间，一礼拜、一个月，哪做哪修改，才会有愈来愈好的品质。若要重现歌厅秀的精神，未来应该照这个形式落去办，毋是办1、2天尔。因嘛希望这款的表演形式，毋但伫高雄，其他县市也通有，重现较早歌厅秀伫北部、中部、南部拢有一片天的盛况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